講起東南亞嘅呢個角落，你腦海入邊會浮現出咩畫面呢？係嗰啲被藤蔓纏住、雄偉壯麗嘅千年古剎，定係新聞媒體成日報道令人不寒而慄嘅罪惡都市？呢度係一個充滿極端矛盾嘅地方。佢曾經孕育過輝煌燦爛嘅古老文明，卻又經歷過近代史上最慘絕人寰嘅黑暗歲月。有人話呢度係淘金者嘅天堂，亦有人話呢度係普通人嘅地獄。今日就等我哋撥開嗰啲被誇大或者被掩蓋嘅迷霧，一齊走進呢片既被神明眷顧又似乎被魔鬼詛咒嘅土地。接落嚟，我哋會詳細剖析15個驚人事實，絕對會顛覆你對佢嘅既有認知。準備好未？我哋即刻開始。首先，我哋唔得唔正面面對嗰個令人聞之色變嘅話題，就係遍佈喺西港等地嘅灰色產業。幾年前，呢度仲係一個寧靜美麗嘅海濱小城，但隨之而嚟嘅係如同野草咁瘋長嘅網絡博彩同各種詐騙集團。佢哋用高薪招聘作利，將無數懷揣發財夢嘅年輕人呃到呢度嚟，等待佢哋嘅唔係光鮮亮麗嘅寫字樓，而係被高牆同鐵絲網重重包圍嘅封閉園區。入到去，護照被強制沒收，人身自由受到嚴密限制，每日被逼喺網絡上進行各種不法勾當。如果業績達唔到標，甚至會面臨體罰同極度殘忍嘅對待。呢種隱藏喺陽光背後嘅罪惡，令到呢個國家嘅聲譽蒙上咗沉重嘅陰影，亦令佢背負上極其危險嘅惡名。不過呢個只係硬幣嘅其中一面，真實嘅生活遠比我哋喺屏幕上睇到嘅複雜得多。呢度嘅老百姓其實同呢啲灰黑產業冇乜關係，佢哋一樣每日早出晚歸，為咗生計辛苦奔波。佢哋同樣係呢啲罪惡行為嘅受害者，默默承受住國家形象受損所帶嚟嘅種種負面影響。當我哋將目光從陰暗嘅角落移開，投向呢片土地嘅中心，你會睇到人類建築史上嘅一大奇蹟，就係世界上最大嘅宗教建築群。你以為佢只係幾座破舊嘅石頭廟宇？完全唔係，佢嘅佔地面積超過160公頃，相當於200幾個足球場咁大。建造呢一座宏偉建築嘅石頭，每一塊都重達幾噸。而喺嗰個冇現代機械嘅年代，古人竟然將數百萬塊咁重嘅巨石從幾十公里外嘅採石場運送過嚟，仲喺冇使用任何水泥同埋黏合劑嘅情況下，將佢哋完美咁拼接埋一齊。石塊與石塊之間嘅縫隙，甚至連一張薄薄嘅紙片都插唔進去。牆壁上面雕刻住數以千計栩栩如生嘅仙女浮雕，每一個嘅表情、服飾甚至髮色都截然不同。呢度唔單止係一座寺廟，更係整個民族嘅精神圖騰。佢被印喺國旗上，成為咗呢個國家最驕傲嘅象徵。呢度嘅面貌絕對令人嘆為觀止。走喺其中，你會被嗰種穿越千年嘅歷史厚重感深深震撼。但係就喺呢個無與倫比嘅偉大遺跡之外，呢片土地嘅深處卻埋藏住無數致命嘅隱患，就係地雷。喺長達數十年嘅戰亂之中，呢片土地被無情地埋下咗數以百萬計嘅地雷同未爆炸彈。哪怕戰爭已經結束咁多年，呢啲沉睡喺地下嘅死神依然時刻威脅住普通人嘅生命安全。行喺偏遠嘅鄉村，你常常能睇到失去手腳嘅殘疾人，佢哋大多係落地耕作或者小朋友玩耍嗰陣不慎踩雷造成嘅悲劇。為咗清除呢啲致命嘅隱患，當地人甚至訓練咗一種極其特殊嘅排雷專家——非洲巨鼠。呢啲老鼠嗅覺極其靈敏，體重又非常輕，即使踩喺地雷上都唔會引發爆炸。佢哋如同穿梭喺生死邊緣嘅無名英雄，一點一點咁為人哋排查出安全嘅土地。呢件事亦從側面反映出呢度嘅和平與安寧係有幾咁來之不易。當地人每日都唔得不與呢啲睇唔見嘅危險共存。如果你行喺首都嘅街頭，你會發現一個非常奇特嘅現象：滿大街都係充滿活力嘅年輕人。
而布里克山嘅老年人卻相當罕見。呢個國家將近60%嘅人口年齡喺30歲以下。呢種極端嘅人口結構背後隱藏住一段令人心碎嘅殘酷歷史。喺20世紀70年代後期嘅嗰短短幾年裏，一場浩劫席捲咗整個國家。喺嗰個被稱為零年嘅時代，多達1/4嘅人口非正常死亡，無論係知識分子、醫生、教師，定係普通農民，都未能幸免於難。整整一代人被抹去，整個國家嘅社會精英階層幾乎出現咗斷層。呢個就係點解而家嘅社會睇起嚟如此年輕嘅原因。年輕意味住朝氣蓬勃，意味住充滿希望，但同時亦都意味住佢哋需要承受住巨大而沉重嘅歷史斷裂感，喺一片廢墟之上重新建立起自己嘅國家。喺呢段歲月之中，無數家庭支離破碎、骨肉分離嘅悲劇處處皆是。呢個成為咗呢個民族集體記憶中最難以愈合嘅傷口。我哋將話題轉向大自然，呢度有一條世界上絕無僅有會倒流嘅河。每年到咗雨季同旱季交替嘅時候，呢條河嘅流向就會發生神奇嘅逆轉。喺雨季，大河嘅水位暴漲，洶湧嘅河水順着河道倒灌進內陸嘅巨大湖泊入邊，令湖泊嘅面積瞬間擴大5到6倍，水深亦能增加10幾米。呢個時候，湖泊就變成咗一個巨大嘅蓄水池同魚類繁衍嘅天堂。而到咗旱季，湖水又會順住河道重新流回大河之中。呢種大自然嘅鬼斧神工，唔單止造就咗獨特嘅生態系統，仲養育咗無數逐水而居嘅漁民。佢哋世世代代生活喺漂浮喺水面上嘅村落裏，屋企、學校，甚至警察局同籃球場，全部都係建喺水面上嘅。水漲船高，佢哋嘅家園就係咁隨住大自然嘅節奏起伏。呢種與大自然和諧共處嘅生存智慧，真係令人深深折服。喺呢度生活，你會體驗到一種非常奇妙嘅貨幣現象。你可能以為佢哋只用自己嘅本國貨幣，但實際上美元喺呢度先至係真正嘅硬通貨。無論係去高檔餐廳食飯，定係喺路邊便利店買支水，商家都會直接用美元報價。自動提款機入邊套出嚟嘅，亦係嶄新嘅美元鈔票。咁佢哋自己嘅本國貨幣係用嚟做乜嘅呢？答案係用嚟搵零，因為呢度冇美元硬幣，所以當搵零嘅金額細過1美元嗰陣呢，商家就會搵翻你一大把面額幾百甚至幾千嘅本國紙幣。呢種雙軌制嘅貨幣體系，令剛嚟到呢度嘅遊客常常感到頭暈腦脹。你嘅錢包入邊永遠塞滿咗2套唔同國家嘅鈔票，每日都喺度進行大腦匯率換算練習。呢個亦都反映出佢哋嘅經濟體系喺經歷咗長期動盪之後，依然喺尋找一種穩妥嘅平衡。講到食嘢，呢個國家有啲絕對能令你驚掉下巴嘅街頭小食。如果你怕蜘蛛，行喺集市上就要小心啦，因為喺呢度炸毒蜘蛛係一道備受歡迎嘅國民級美食。拳頭咁大嘅黑色狼蛛，經過大蒜、鹽同糖醃製之後，放入滾燙嘅油鑊入邊，炸到酥脆。當地人會話，你知蜘蛛腳食起嚟好似薯條咁香脆。而蜘蛛飽滿嘅腹部則富含極高嘅蛋白質。除咗蜘蛛，炸蟋蟀、炸水生甲蟲，甚至係孵化到一半嘅鴨仔蛋，都係佢哋餐台上嘅常客。呢一種喺我哋眼中如同黑暗料理嘅飲食習慣，其實係源於嗰段物質極度匱乏嘅歷史時期。為咗生存落去，人哋唔得唔將目光投向一切可以果腹嘅昆蟲。如今雖然生活條件改善咗，但呢種特殊嘅口味卻作為一種文化記憶被保留落嚟，甚至成為咗一大旅遊特色。喺今日呢個全球化嘅時代，你可能覺得世界上任何一個稍微繁華啲嘅城市都能揾到嗰個標誌性嘅金色快餐拱門，但令人驚訝嘅係，呢度係世界上為數唔多完全冇嗰家著名美式漢堡快餐店嘅國家之一。呢個唔係因為佢哋唔鍾意食漢堡薯條，
而係因為本土嘅餐飲文化同其他國際連鎖品牌嘅競爭極其激烈。行喺街頭，你會睇到滿大街嘅當地特色咖啡館、前殖民時期遺留落嚟嘅法棍三文治攤檔，以及本土嘅漢堡品牌。佢哋用更符合當地人口味嘅香料同埋做法，牢牢咁捉住咗人哋嘅胃。呢個亦從側面證明呢片土地有住極其頑強而獨特嘅文化基因。喺面對全球化嘅強烈衝擊時，依然保持住自己嘅步調，冇輕易妥協。喺呢度出行，你最離唔開嘅交通工具，絕對唔係的士，亦唔係巴士，而係一種被稱為德車嘅三輪摩托車。呢種車冇車門，只有簡陋嘅頂棚同幾排座位，跑起嚟喺風中呼嘯，伴隨住引擎巨大嘅轟鳴聲。無論你係要去著名嘅古蹟觀光，定係穿梭喺擁擠喧嘩嘅農貿市場，嘟嘟車司機總能憑借極其高超嘅駕駛技術，喺車水馬龍嘅狹窄街道裏閃轉騰挪。呢啲司機往往亦係最好嘅民間導遊，佢哋會用唔太流利嘅英語，熱情地向你分享呢座城市嘅點點滴滴。坐上嘟嘟車，任由熱帶暖風吹拂喺臉上，望住兩旁充滿異國情調嘅街景飛馳而過，呢個便成為咗體驗當地真實生活最接地氣嘅方式。如果唔坐一次嘟嘟車，你嘅旅程絕對係不完整嘅。如果你有幸喺呢度參加一場傳統婚禮，你一定要做好充分嘅心理同體力準備，因為呢度嘅婚禮絕對唔係食頓飯咁簡單，佢係一場能夠持續好幾日，甚至3日3夜嘅狂歡馬拉松。為咗彰顯家族嘅榮耀同對新人嘅祝福，主家會直接喺街道上搭起巨大嘅帳篷，擺上幾十甚至上百台嘅流水席。最令人印象深刻嘅係嗰種震耳欲聾嘅音樂聲，巨大嘅音響設備從清晨一直轟炸到深夜，播放住節奏極其強烈嘅傳統流行樂。親朋好友穿着色彩極其鮮艷嘅傳統服飾，伴隨住音樂喺街頭載歌載舞。呢種對喜慶氣氛嘅極致追求，體現咗當地人骨子裏嗰種樂觀豁達、熱愛生活嘅天性。喺佢哋眼中，婚姻係人生中最重大嘅儀式，必須用最隆重、最熱鬧嘅方式嚟慶祝。除咗漫長嘅婚禮，呢度仲有一個規模宏大到超乎想象嘅節日，就係1年1度嘅送水節。每年到咗雨季結束，河水準備倒流嘅日子，首都就會迎嚟1年中最瘋狂嘅時刻。超過幾百萬嘅民眾會從全國各地湧入呢座城市，將河岸邊圍得水泄不通。節日嘅最高潮係激動人心嘅龍舟比賽，幾百艘裝飾得五顏六色嘅狹長龍舟喺寬闊嘅河面上展開激烈嘅角逐，每艘船上都有幾十名強壯嘅槳手，伴隨住震天動地嘅鼓聲奮力劃槳。夜幕降臨之後，仲有絢麗嘅花車巡遊同滿天璀璨嘅煙火。呢個唔單止係一場慶祝豐收嘅狂歡，更係人哋向滋養咗呢片土地嘅偉大河流表達敬意嘅最隆重儀式。呢種全民參與嘅狂歡，展現咗呢個民族無窮嘅活力與熱情，同我哋極其重視生日嘅習慣完全唔同。喺呢片土地上，尤其係喺老一輩人嘅觀念裏，生日並唔係一個特別重要嘅概念，甚至有好大一部分中老年人根本唔知道自己確切嘅出生日期。呢個同樣同嗰段動盪嘅歷史有住千絲萬縷嘅聯繫。喺嗰個連生存都極其艱難嘅年代，戶籍記錄同出生證明往往被遺失或者銷毀，人哋只知道自己大概出生嘅年份同季節，例如係喺稻穀豐收嘅季節，或者係喺雨季來臨嘅時候。因此，對佢哋嚟講，過唔過生日並唔重要，重要嘅係一家人能夠平安健康咁生活喺一齊。呢種對生命本質嘅樸素認知喺現代社會顯得尤為珍貴。喺佢哋眼中，每一個安寧嘅日子都值得當做節日一樣去珍惜。想要融入當地生活，你仲必須了解佢哋極其嚴格嘅身體禁忌。喺佢哋嘅文化信仰中，頭部被認為係人體中最神聖、最純潔嘅部位，係靈魂嘅棲息地。
因此隨意觸碰別人頭部係一項極其嚴重嘅冒犯行為，哪怕係出於喜愛去摸小朋友嘅頭，都係絕對唔被允許嘅。與頭部相反，腳被認為係最污糟、最低下嘅部位，所以當你坐住嘅時候，絕對唔能夠將腳底板指向別人，或者指向神像，甚至用腳指嘢或者跨過別人嘅身體，都會被視為極其粗魯同缺乏教養嘅表現。呢啲看似嚴苛嘅規矩，深深扎根於佢哋虔誠嘅信仰之中，維繫住人與人之間、人與神明之間嘅敬畏與邊界。如果你唔小心觸犯咗呢啲禁忌，肯定會惹嚟大麻煩。講到信仰，喺呢片土地上，某一種古老嘅東方宗教佔據住絕對嘅主導地位。呢個唔單止係一種宗教，更係人哋日常生活嘅核心。超過90%以上嘅人口都係虔誠嘅信徒。清晨，你總能夠睇到着住橘黃色袈裟嘅修行者們排成一列，赤着腳喺街頭化緣。當地人無論貧富，都會恭敬咁跪喺路邊，將準備好嘅食物放入缽中，以此嚟積攢功德。更為奇特嘅係，呢度有好多年輕男性都會喺生命中嘅某個階段選擇短暫地出家一段時間。哪怕只係幾個星期或者幾個月，佢哋認為以此可以報答父母嘅養育之恩，同時亦能喺寺廟嘅清修中淨化心靈，學習做人嘅道理。寺廟唔單止係宗教場所，更係鄉村嘅教育中心同文化紐帶，將所有人緊緊咁聯繫喺一齊。最後，亦係最令人震撼嘅一個事實，就係呢度人民極其強大嘅韌性與包容。當你了解咗佢哋所經歷過嘅苦難，從殘酷嘅殖民統治到慘絕人寰嘅內部清洗，再到漫長嘅戰亂與貧困，你或者會以為呢個係一個充滿悲怨同苦毒嘅民族。但當你真正踏上呢片土地，行喺鄉間嘅小路上，你最常睇到嘅卻係嗰一抹抹純真、燦爛，甚至可以話係極其治癒嘅微笑。無論生活有幾咁艱難，物質有幾咁匱乏，佢哋總能以一種極其平和、樂觀嘅心態去面對每一日。佢哋唔去埋怨命運嘅不公，而係感恩眼前所擁有嘅一切。呢種喺廢墟中開出花朵嘅生命力，呢種歷經劫難依然對世界報以微笑嘅從容，或許先至係呢片土地上最寶貴嘅財富，亦係最直擊人心嘅力量。以上就係我哋今日要分享嘅15個驚人真相。從充滿爭議嘅灰色地帶，到宏偉壯觀嘅千年古蹟；從令人毛骨悚然嘅黑暗料理，到治癒人心嘅當地人微笑。呢度絕對唔係一句簡單嘅極惡之地能夠概括得到嘅。佢複雜多面，充滿傷痕，卻又生機勃勃。真實嘅世界永遠比黑板印象更加立體，只有親自去感受、去聆聽、去理解，你先至能夠睇到嗰啲隱藏喺偏見背後嘅真相。多謝大家收睇。如果你鍾意今日嘅內容，請記得留低你嘅評論，同我哋一齊交流你嘅睇法，或者畀個讚支持一下。我哋下期節目再見。